咱煞食来宾信息第241首，我的目睭要加悬来黄山，犹原来宾30。咱来吟上尾一首诗歌，第491首，主当我有困难的时。真主耶稣，咱感谢俄你伫即个喜宴的日前变歹时，祝你犹原伫宝座顶在掌权，咱的心有信心咱有盼望，咱有平安伫阮的心中。主啊，求你来带阮行天路互阮的脚步
每一步都是坚固的爬摇带。咱要专人专心来敬拜你且互阮有安静的心来迎接你的到来咱感谢有落，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兄弟平安，请备办心来敬拜上帝。我的嘴唇要上赞你，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我要一世人称赞你，要举手求叫你的名。我的心神会满足，亲像享受丰盛的宴席。我嘛要用欢喜的嘴唇唱歌上赞你。三角内吟圣诗，圣诗第184首。上帝疼痛哪会遐大？请起立金泉手。
咱三角额头来祈祷。慈悲疼阮的天父上帝，伫新的一年度，感谢主，你固守阮每一个人的脚步，带领阮来到你殿院组织敬拜你。阮要献上感谢甲懊恼。主，你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你是独一无二的真神。阮来到你的面前敬拜服侍你，求主予阮有安静的心来领受你的道理。求主赐福女牧师教示阮的话语进入阮的内心，予阮得到造就甲帮助。求主祝福阮的教会，伫逐项事工的推行上有你的帮助。每一位同工对你遐得到快乐。求你看顾阮的牧者，保守因的心灵，伫伊的身上稳上加稳，力上加力，来牧养你的百姓。求主赐福阮每一个家庭，予阮伫社会上会当充满关怀甲信心、喜乐甲平安。主啊，最近天气渐渐变冷，求你保守阮每一个人的健康，特别为着厝内有长辈、幼婴甲身体欠安的兄弟来祈祷。日时暗暝拢求你看顾，予因会当身体臃肿，远离所有的病痛。求你大能的圣手施恩赐福伫你疼的这片土地，降低疫情的扩散，减弱病毒的传染，加力伫抗疫的每一个层面，予阮会当同心对抗病毒。政府抗疫的智慧甲政策，人民意见的表达，第一线医疗人员的身体的健康，执法人员的纪律，每一个人手内所做的工，拢要互你洁净甲祝福。阮安尼祈祷，愿你的旨意行伫天里，亲像伫天里，拢是奉靠主的名求，阿们。启应文第20篇，我来启。主啊，你世世代代是阮的避难所。大地甲世界还袂造成，你互土造的人归回土本。对你来看，1000年亲像过去的昨日。你用大水甲人冲走，人生亲像一场眠梦。早起时发起来，木星。阮因为你的受气消灭。你将阮的罪过摆伫你的面前，阮的日子拢伫你的受气的过去，阮的岁数不过是70，阮得到的不过是劳苦忧愁。谁人感受会到你受气的威力？求你教阮会晓算家己的日子。上主啊，你什么时才要改变心意？求你透早就予阮享受你的慈爱。你予阮一生有偌侪艰苦灾难，求你予你的仆人看见你的作为，主，阮的上帝啊，
求你，予阮一切工作顺利。求你，予阮所做的一切亨通。赞美圣诗第242首。我的目睭要行悬来望山，请坐咧吟地使。来强守上帝的话。今仔日要读的圣经节记载伫《传道书》12章第1节到第8节。就伫少年的时纪念创造你的主，伫年老痛苦的日还未到，就是你所讲我无快乐的年还未来以前。日日甲光，月甲星又未变暗，雨落了乌云还未过来以前。迄时，各厝的人皮皮喘，有力的查甫人翘久，哀无的查某人减少煞停工，对窗仔伫看的妇人人目睭缘昏。窗街路的大门关着，哀无的声哪细声，
鸟仔在吼的声强强听无，查某囡仔唱歌的声伫要点去。人行爬悬，行路里危险，毋敢出门。杏树开花，草蜢仔飞甲袂跳。疫情衰退，人转去永远的厝。规阵丧葬的人，伫街路哪行哪吼。伫银链仔还袂断，金碗还袂破，水泉边的水间还袂损坏，吸古井的车链还袂歹去。土粉归回大地，灵魂倒转去赐活命的上帝遐以前，就纪念创造你的主。传道者讲：空虚的空虚，一切拢是空虚。圣经读到遮，上帝赐福听伊话，佮照伊的话去行的人，即时要来正道。吕牧师要讲的信息是：当衰老来临时，当衰老来临时。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真欢喜，搁一摆会当来到公园教会，含兄弟姊妹大家做伙来敬拜上帝。我会记得我较早以前较接来啦吼，我即阵因为拢做香山教会的小会期长，所以差不多若是交换讲台我拢差不多是去香山教会。今日伫即个退休传教士的奉献主日有机会，搁一摆啦，含兄弟姊妹踮遮做伙敬拜上帝，真感谢上帝。所以今日互咱伫我要讲道进前，嘛先提醒咱大家来关心退休的传教者所以今日是退休传教者的奉献主日，所以伫咱唱里拢有即张爱慕之友所以请咱做伙来关心这的退休，伊一世人奉献了上帝，一世人做工，退休了后因的生活通过团福会互因得到一寡帮助这个团福会这个金额也拢是对咱的奉献会当来得到帮助，所以请咱做伙来关心借着今日这个主日。咱做伙来纪念，做伙来关心这些退休的传教者，关心因的生活，为因的需要来奉献。另外就是因为今日是退休传教者的这个奉献主日，所以我嘛要和兄弟姊妹做伙来思想，其实有一天咱嘛拢会老。当然咱中间嘛已经有年长已经退休的兄弟姊妹，我想咱拢需要对上帝的话得到帮助，得到安慰，得到鼓励，互咱知影咱的人生。对出世到少年，到有一天咱年老，有一天咱会离开，咱要安怎会当伫主的内面，真正平安、喜乐来经过，来看待人的一生是怎样。所以今日我用头拄咱所读的《传道书》12章1节到8节，伫这段经文中间，我嘛要用这段经文提醒咱每一个人，有一天咱拢会老，咱是不是已经知影要安怎来面对年老这件代志？所以我用今日这个讲题讲，当年老、当衰老来临的时，咱是不是已经准备好？有一天，咱拢爱迎接这个年老衰烂的日子。最近阮教会我家己讲我家己连续经验3礼拜拢是个别色昨是少年的，迄是因为癌症过身；另外拢是年长的长辈。就讲有一天，咱拢会经历这个，迄一天拢总是会来，咱无法度无互迄天来，所以咱干那会当问咱家己讲：那安尼，我敢已经准备好啊？我敢已经知影要安怎面对伊？所以今日所读的这个经文，《传道书》12章1节到8节，其实有互咱一个答案，提醒咱。详时伊互咱一个答案，但是详时嘛提醒咱有一寡衰老的兆头啦如果你和我共款就50差不多要开始要挖60啊开始有一寡兆头会出现。等迄个兆头那些征兆出现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咱是不是会有一寡感叹？咱感觉骹骨敢若无以前遐尼有力啦，咱感觉精神敢若无以前遐好啊。有当时坐伫碰遇咧滑手机，滑一滑不知道怎么样就突然睡着了。所以这兆头拢会慢慢出现。咱是不是会有一寡感叹，会有一寡惊讶？咱敢已经准备好要来面对这个？
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互咱真正去体会到有一天咱拢会老，咱是毋是已经准备好来面对？啊，当然，咱中间已经年长的兄弟姊妹，你是毋是已经知？你是毋是已经得到这个秘诀？所以，当我咧读传道书12章的时阵，咱今日敢若读110到8节，其实对11章开始就有讲到这个主题啊。咱若看传道书，咱即马大部分做礼拜的时阵，咱拢会甲经文放伫豆影片顶面，是为着咱会真紧来了解。但是嘛是鼓励大家爱家己查圣经、现圣经，因为有当时咱读圣经毋是敢若读迄段尔，你爱伫顶的文顶面会当看到更较深上帝所要对咱讲的话。所以其实对第11章开始，第7节到第10节，伊就有讲到这个主题啊，就是提醒咱有一天咱拢会老，所以少年的时都爱会晓追求真正的快乐。其实基督徒也要及时行乐啦吼，但是圣经咧讲的及时行乐，毋是叫咱吃花宴乐。圣经咧叫咱讲少年的时阵，你就要追求真正的快乐。啊，什么是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快乐就是认捌上帝。真正的快乐就是踮伫耶稣基督内面，享受伫耶稣基督内面的平安甲喜乐。因为人生有限，有一天拢会过去。有一天，咱拢会离开，所以圣经伫传道书的第11章就甲咱讲，咱爱趁少年的时，就会晓追求这种真正的快乐。咱爱趁少年的时，就会晓纪念上帝，毋通等到年老，等到面对死亡的时阵，那迄个时阵可能会袂赴。所以第12章今日咱所读的，就甲咱讲是有一天迄个年老的情景会来临。所以第1节到今日咱所读的第12章1节到2节，我要请咱大家掀开你的圣经来看，因为我读的版本和咱伫投影片顶面的无共款啦吼。咱投影片顶面是用较新的台语的译本，我用的是咱传统的台语的译本。传统台语的译本第1节到第2节是安尼讲，你着伫少年的日纪念创造你的主，就是患难的日还袂到，也你所讲我无通伫快乐，遐个年还袂近的时。第2节讲，伫日、甲光、甲月、甲星未变做黑暗，以及雨过身、魂未过来的大声，伫迄个时阵，就爱先会晓纪念你的主。所以第1节咧讲啥？第1节讲爱趁迄个患难的日还袂到啦。啥物叫做患难的日还袂到？就是迄个年老的日还袂到，迄个年老的日还袂到。所以咱爱伫少年的时，就会晓纪念创造咱的主。然后第2节伊就咧形容讲，啥物是患难的日？到年老的时阵是啥物款的状况？所以第2节咧讲迄个，伊特别用一个字句吼。第2节讲伫日、甲月、甲光、甲月、甲星未变做黑暗，意思讲有一天咱的人生会开始黑暗，渐渐，然后伊咧讲到雨过身、魂未过来的大声，意思就是讲有一天咱的年日。是一种的状况，叫做雨过身魂过来啊。什么叫做雨过身魂过来？就是落过一场大雨，你本来以为讲应该出日头啊，结果雨乌云过来啊。你知影我的意思无？有一天咱的人生会安尼，迄就敢若讲，你伫外口去用行南雨，你就淡薄等，一场雨过去啊，你想讲应该好天啊，结果连伊乌云过来啊。当我咧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伊咧甲咱讲，有一天人生就是安尼，就敢若最近阮教会有真侪兄弟姊妹的老爸老母拢年老啊，咱开始照顾这年老的时大人，你会感觉我逐工咧走病院，今日看这科，明仔载看迄科，甚至有一天是共一天，下早挂这个这科看了看另外一科。有当时咱的时大人咧住院就是安尼，这个病好啊，那会佫引起另外一个问题。这就是圣经咧讲，迄叫做雨过身魂过来啦。你以为过去啊，无啦，佫马上来啊。所以咧讲到，今日咱的人生有一天会拄到这个代志，也会继续不断的问题会出现，歹事总是一件来。你讲到有一天，咱的人生会拄到这个，特别是到年老的时阵，这个病、迄个病，一项来。然后咱的健康一项失去，渐渐咱看到喙齿开始无遐用，然后听无遐清楚，然后看无遐清楚，你会发现一项咧失去。所以这就是圣经所讲的迄个患难的日，迄个患难的日，迄个日甲光甲月甲星变做黑暗，
迄个好过身魂过来，迄个年老的时，才会歹消息一行一行来，日子愈来愈黑暗，愈来愈无盼望。所以你会看到，其实传道书是安尼啦吼。传道书基本上伊拢是讲甲足消极的，但是传道书是要互咱伫迄个消极的中间看到真正的盼望。有当时啊，人生你若甲讲咧伤积极吼，你会以为讲你的盼望拢伫今生，你知无？你会以为你会在人生可以永续经营，你知道吗？我们常常说永续经营，我们以为我们会活在这个世上永远。没有啦，没有谁可以永续经营啦。我们期待这个世界会永续经营，但是这个世界也有世界末日的一天呐。圣经是安尼讲啊，这个世界有一天会过去啊。这个世界若无过去，耶稣要安怎将迄个新天新地带到咱的地面？所以你会看见传道书通常是安尼啦吼，箴言拢会讲甲足积极的，箴言甲年老讲甲足好的对无？白发是老年人的荣耀，所以箴言拢甲人生讲甲足积极的。但是你会发现讲传道书毋是安尼，传道书要互你看见的是人生足消极的迄一面，足无盼望的迄一面。但是传道书要甲咱讲的是，对，人生事实上有一部分是安尼，因为有的人过得真好啊。伊真健康啊，但是有的人逐工咧走病院啊，迄是事实啊。所以人生伫即个真无盼望的中间，真正的盼望伫代，这是传道书要甲咱讲的。传道书讲是有一天才会无盼望的日子会到，会愈过愈黑暗。所以人千万毋通等到迄个时阵才要来找上帝，人千万毋通等到迄个时阵才要来纪念创造咱的主，行到时阵迄阵会袂赴。所以刷落来，10、20安尼讲了后，开始你看，你读30到60，伊就咧讲，开始搁较深入去描写讲，当迄一天来到的时阵，会有啥物款的状况？迄个衰老、迄个破败的经常是啥物款？搁较深去提醒咱，当咱的人生出现这个掉头，当这个代志一项一项代志发生，当这个当这一天渐渐来到的时阵，咱要安怎？所以第7节到第8节讲，所以最后就是爱会晓来找上帝啦，爱会晓来认捌上帝，爱会晓来踮伫耶稣基督内面。啊，若无人生最后就是一张空尔啦，有一天咱拢会离开。所以你看第3节，传道书这段其实是一段诗词，是诗体文，所以你要用迄种读诗词的读法来读伊。所以第3节伊咧讲，伊咧形容人生有一天就是安尼，讲当迄日故厝的摇摇带，有力的人所有下无的，因为因少就煞，对窗仔看出去的拢黑暗。我讲这是诗词，所以字句你咧看，你一开始毋知影咧讲啥。啥物叫做故厝的摇摇带？有力的人所有，伊咧讲故厝的，毋是讲迄个人，是咧讲咱每一个人。咱少年的时阵，拢用咱的手努力做工咧顾咱的厝，对无？咧起造咱的家庭，但是有一天你的手会错啦。有一天你的手无亲像少年的时阵遐尼稳定，遐尼勇敢。有一天你可能连摕箸都会错。所以你讲故厝的，当迄一天来到的时，故厝的摇摇带，是咧讲咱的手会错。讲有力的人所有，这咱可能较知。所有你可能连徛伫都无法度，无亲像少年的时阵会当徛伫。咱讲咱种老倒球，迄就是人生，迄就是人生。然后你讲到下无的，因为因少就煞。你讲到下无的，啥物是下无？你讲到咱的喙齿啦，哦，咱咧食物件就是敢若像咧下无共款嘛，吼。甲物件下哦有，所以你才吞会落。所以有一天咱的喙齿会愈来愈少，因为喙齿愈来愈少，你连食都无想要食，你的胃口会愈来愈无好。然后讲到对窗仔看出去的拢黑暗，嘛毋是咧讲啥物人看无，是咧讲咱的目睭啦。有一天明明日头都真好，天气都真好，但是咱看起来都暗暗，因为咱的目睭都愈来愈无好啊。这就是讲咱的人生有一天会安尼，这是第3节讲的。然后第4节咧讲啥？第4节讲，探街路的门关咧，下无的声细细，鸟仔一个吼，人就起来，唱歌的查某囡仔嘛拢降价。所以咧讲啥？
讲探街路的门关咧，有一天吼，你连去串门子都不想出门了。探街路的门关咧，咱少年的时阵，咱真欢喜去拜访朋友，咱讲咱去串门子，厝边隔壁去讲话招呼，但是有一天，咱真正无想要出门啊，因为连行到门口可能都会喘啊。昨我去探访一个年长啊，得着癌症的是大人，就是安尼。少年的时阵做工，啥物都做，做木工，啥物苦工拢做，但是伊嘛会甲我讲，嘿，即摆连行到门口都会喘。是啊，有一天就是会安尼，所以即讲探街路的门关咧。有一天咱拢连出门都无想要出门啊，咱和外界的接触会愈来愈少，早早的关门去困。然后咧讲啥？讲下晡的声细细，鸟仔一个还有人就起来，意思就是讲咱的听力会愈来愈无好啦。迄厝内下晡的声遐大声都听无吼，但是下早鸟仔一个吼就爬起来啊。是大人有安尼经验嘛？对无吼？以前吼，迄较大声就叫困吼，即马半暝啊有啥物款的声音就起来啊。这就是有一天，咱的日子会安尼，迄个听，咱会愈来愈动听。迄个人含咱讲话的声、下晡的声听无，但是一点仔的声音就互咱甲咱吵起来。然后后壁咧讲唱歌的查某囡仔嘛拢降低，毋是咧讲查某囡仔尔啦，其实咧就是咧讲咱的歌喉，咱的歌喉，特别咱中间若爱唱歌的兄弟姊妹，你可能有安尼的体会。你会发现讲，以前你唱歌真好听呢，吼，即马开始有老人声，会小可哨声，迄个声音无以前遐尼纯。是啊，迄就是咱的人生啊。毋管以前咱的歌喉有偌好，即马拢无啥遐好啊。然后第五节，咱搁看第五节。第五节咧讲啥？讲见着悬着惊，伫路中也有所惊畏，形收开花，草莓做重担，欲心拢无去，因为人归伫伊永远的厝，哀哭的人往来伫街路。所以咧讲啥？讲有一天吼，咱会愈来愈无自信。即咧讲啥？会惊悬、惊出外，对无？以前外悬你嘛甲跳落来，即马吼两三路，迄咱若爬楼梯两三阶，咱也感觉无啥妥当。咱会惊悬，会惊出外。以前30、40岁，你可能开车吼，愈刺激愈好吼。到50、60岁开车开始有压力，到60几岁、70岁可能无啥想要开车，因为感觉压力足大诶。是啊，咱拢会经过遮个，咱拢会经过遮个。然后咧讲到形树开花，就是咧讲咱的头毛会变白。咧讲到草莓做重担，咱会发现讲有一天，咱就敢若亲像迄种跳袂起来的草莓，你知无？就慢慢啊行，慢慢啊行。甚至到有一天，欲心嘛拢无去，连咱本能的性欲，特别是查甫人，咱拢会经验到遮个，连这都无去。所以最后讲，因为人归伫伊永远的厝，哀哭的人往来伫街路，互咱讲起最后结局就是安尼啦。最后结局就是有一天咱会回去，剩落来是啥？就是往来的人来参加我的告别式的人，伫街路来往安尼啦。有一天我会回去，然后看到的就是来参加我的告别式的人来往伫街路顶面安尼尔。所以最后伊咧讲的就是这啊，讲因为人归伫伊永远的厝，哀哭的人往来伫街路，这是咱每一个人的结局。所以第六节我感觉这个形容足水的，敢诗词咧讲的。所以当银链啊未断，金碗未破，伫水泉边的水盘未损坏，家乐未歹伫井顶井顶，伊咧讲啥？讲有一天，这个景象拢会发生，就要趁这个景象还未发生啦。所以华语的圣经的翻译，伊是对正面去形容。华语的圣经是安尼讲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你若用诗词的角度去看，请你伫头壳内面想象这幅图，就是遐个银链断去。遐个金碗破去，遐个伫水泉边的水盘是损坏的，
遐个伫井口顶面的迄个加勒那个水轮是损坏的。这个讲啥？这个形容一北繁华过尽的景象啊，繁华过尽的衰败景象，不是吗？外水的厝，到有一天外口就是足乌的，门窗啊会破，内面所用的，不管以前偌贵气，有一天就是破去啊，就是歹去啊。所以伊咧讲，其实有一天就是安尼啦。不管咱即马活伫即个世间，你有偌好的物质生活的条件，你食饭用金碗，有一天遐个金碗会破。你所用的遮个物件真贵气、真好，有一天遮个拢会过去。所以其实第六节伊是用即种描写诗词的描写，要互人真自然，你对心内会生出一种感叹甲醒悟，讲是啦，人生就是安尼过去啊。不管上帝过去想使我偌好，我有偌好的物质生活，有一天遮拢会过去。所以最后结论第7节到第8节才会安尼讲。所以传道者伫第7节到第8节才会讲，真爱归途来返本，灵魂归伫互伊来上帝的大声。到迄个时间的还未来到的大声，爱先会晓纪念创造你的主。啊，若无第8节讲，传道者讲空虚的空虚，凡事拢是空虚。伫迄天来到，还未来到之前，咱爱会晓先来找上帝。唔通等到迄一天来到啊！有个人是袂赴啊，有个人甚至到迄时啊唔知。若是安尼，最后人生就是过去尔尔，无啥物会留落来。有当时讲有啊，我有留财产互囝儿啊，是啊。最近我嘛听到一个故事，囝儿看的吼，是咧看讲啥物时阵你要分财产啦，因为我顶礼拜。嘛是替一个士大人处理告别式了后，我就听到讲，因的有另外一个家庭，囝儿就是咧冤家的，士大人要过身啊，心内搁较艰苦的是，这财产毋知要安怎分，所以人生就是一场空啊！你留啥？你想讲你的囝儿孙会甲你纪念，因纪念的是你的财产。到底咱的囝儿孙，我相信伫咧主内，咱若是信主的家庭袂安尼啦。但是我的意思是讲，咱毋是干那要互囡仔纪念尔。到底咱的人生伫上帝眼中，有互上帝纪念无？这敢毋是较重要？因为伊才是永生的上帝。咱的囝会甲咱纪念，咱的孙无一定会甲咱纪念，咱的孙会甲咱纪念，甲咱的囡仔孙拢差不多袂记咧啊啦。所以真诶，就这咧讲就是讲，如果咱无真正认捌上帝。咱无踮伫耶稣基督内面，最后人生就是一场空尔。所以，互咱读这段经文的时阵，互咱有一个更加深刻的感触，也通过这个深刻的感触去提醒、反省咱家己即摆身躯，是毋是有头拄咱所读的这个经文所讲遐个衰老的掉头遐个现象发生？是毋是咱亲像第3节到第5节开始咧讲，咱的摇摇带，咱的所有会看的拢黑暗，或者是咱真正愈来愈早困，但是鸟仔一个好动就爬起来。或者是咱开始会行悬行出门，咱的脚无够有气力。期待这个现象，互咱一个提醒，互咱去想到是这个经常有一天会发生伫家己的身上，互咱毋是干那担心、惊惶、烦恼，互咱知影要安怎面对。所以圣经互咱知影要安怎面对，唯一的方法，就是传道书12章第1节一开始就讲的，讲着纪念创造你的主。要纪念创造你的主，来真正认捌上帝，知影伊是掌管我性命的主，知影我的永恒，我有永远的活命伫伊的手中，我的愿望独独只有伫耶稣基督内面才有，安尼我才有救赎，我才有永生，我才有天顶逐项属灵的福气，我才有今世百倍的福分。所以，互咱先来认捌上帝，愈早来愈好，因为真正认捌上帝。咱才会对这个世间、这个短暂空虚的人生，有一个真正的正确的认捌。所以我讲的传道书真正就是安尼。传道书对第1章开始，伊就甲讲人生就是安尼啦，空虚的空虚啦，啥物拢会过去啦。啊，即摆发生以后，嘛会发生啦，拢共款啦。真正像台湾人讲人生海海吼，你读传道书真正有安尼感触。但是传道书就是要甲咱讲，伫这个人生海海的人生中间。
你要安怎去面对？你要会当找到意义，要会当找到永远我。所以，互咱会当真正通过安尼认捌上帝，知影人要按甲安尼甲过一生，知影人的一生哪会当伫一切的劳碌中间，把互上帝伫即个世间赏赐咱的福气，咱毋是去和人比。传道书其实咧讲者，毋是去和人比，别人拢比咱较快活，别人受的苦比咱较少，毋是。圣经传道书来讲，人的一生，你哪会当伫劳碌中享福，安尼就感谢上帝啊！虽然你做工辛苦，但是上帝互你食会落、困会去。虽然饲囡仔真辛苦，但是你的囡仔有孝，含你有真好的感情，感谢主。传道书是叫咱安尼咧看咱的人生，所以伫传道书的第9章第9节，如果你有圣经，你会当编这节。传道书的第9章第9节说：，伫你一生空虚的日子，就是上帝赏赐你伫日光的下面空虚的日子，就甲你所疼的妇人人快乐过日。上帝祝福咱拢有美好的婚姻，甲咱的妇人人快乐过日，这是上帝赏赐的。因为圣经讲，因为迄是你生前伫日光的下面劳碌的事所得到的福分啊！你一世人遮尔辛苦，敢毋是为着即个家庭？啊，如果和太太关系不好，啊，无你是会辛苦咧拼啥？所以第一，互咱知影，传道书是叫咱来看咱的人生。但是第二，有一个更较深的意思，就是讲，就算讲我会当伫我的人生中间，伫劳碌中间享福，但是我嘛爱知影，有一天这的日子会过去。所以最近我讲我主持这年中的长辈告别式，我看到上伤心的当然就是太太啊。我当时我感觉人生就是安尼吼。我讲我主持一位年中的兄弟的告别式就是安尼。我知影吼，伫个时阵吼，两个老大人啊，都吵吵闹闹，毋过真正先生过身的时阵，太太哭甲。人生就是这样吼，就吵吵闹闹过一生啊，但是真的离开的时候，又百般的舍不得。人生敢若定定就是安尼，所以互咱嘛会记咧，有一天是毋管咱翁仔某的关系搁较好，咱含囝儿孙的关系搁较好，有一天才会过去。伊过去就是过去啊，伊过去就是过去啊。你吐气，你怨叹，你毋甘愿嘛，拢无效。当然。咱会当求上帝，互咱有特别的恩典，好款待咱，减轻咱伫年老的时身躯所受的遐个痛痛。但是传道书其实就是咧讲，无人会当安安掠掉过去遐个年轻的日子毋放啊。传道书8章8节讲，无人会管伊的活命，将活命留咧。华语的圣经讲，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留不住啦。你的健康留不住，你的年轻留不住，我们连生命都留不住，我们还可以留住什么？这就是事实，这就是事实。但是亲爱的姊妹，传道书就是讲，要伫这个事实中间，互咱看见，咱唯一的愿望就是在伫上帝。所以咱需要趁早，愈少年愈早来认捌上帝愈好。因为当咱愈早认捌上帝，就算讲有一天才会衰老，才会衰老的，才会掉头出现伫咱家己的心中，咱嘛毋免惊，因为咱知影咱有上帝通靠，咱有上帝真做咱的安慰，咱有上帝真做咱的帮衬。有一天甚至咱要离开的时阵，耶稣会来甲咱接去上帝遐。所以愈早来认捌上帝愈好。以赛亚书46章4节，上帝家己应允讲：到恁年老，我犹原是安尼；到恁头毛白，我犹原怀抱恁。我已经做恁，也要爱恁；我要怀抱恁，也要救恁。所以上帝讲，毋管咱偌老，伫伊眼中拢是囡仔，伊永远甲咱抱，伊永远甲咱抱。所以亲爱的姊妹，今日我要分享一下，就是讲，是咱纪念遐个退休的传教者。上时，咱嘛问咱家己，咱是毋是已经准备好？另外，如果咱已经年老，咱更较需要安安掠掉上帝。咱更较知影，咱是毋是已经得到这个秘诀？所以，伫这个短短的人生中间，咱趁早来认捌上帝，就真正亲像传道书12章1节所讲的，你就伫少年的日纪念创造你的主，就伫少年的日愈早愈好。所以这就是马太福音20章1节到16节。
我会记我有一摆，我嘛捌来伫公教下面，即位分享即个信息，就是迄个葡萄园工人的比喻。耶稣咧讲葡萄园工人的比喻。迄个人下早透早来做工，含下晡来做工啊，拢领共款的钱，安尼啥物人要透早来？一般人的想法就是讲，我下晡才来就好啊。但是耶稣要讲迄个比喻，讲迄就是人生啦。你若透早来，你就享受一生的平安喜乐。啊，你若要下晡才来吼，你有可能无等到，你知无？啊，你若无等到，你明仔载免食，因为迄个时阵就是今仔做的工，明仔载食饭啊。今仔你有做工，迄拢临时工啦，迄拢临时的请工。你今仔有工课，明仔载才有饭通食。你若透早来，你就一工足安稳的。你知影你的囡仔一家大细，明仔载有饭通食。啊，你要等下晡吼，啊，若无等到咧，啊，无等到，明仔载大家摇巴肚啊。所以耶稣咧讲迄个比喻就是讲，爱趁早，早来早享受。咱早一点进入上帝的葡萄园来服侍上帝，早一点伫内面享受生命中的平安喜乐。咱毋通踮遐咧等，踮遐咧抽除，等到后来袂赴啊，咱真正啥物都无。毋通相信，毋通想讲啊，若信耶稣都拢共款上天堂啊，所以较万信的袂要紧，无啦，有的人会袂赴，那意外咧。甚至就算讲无意外，你知影无？虽然共款上天堂，但是耶稣讲伫天顶的报赏是无共款的。伫天顶的报赏是无共款的，所以互咱早一天来信耶稣，早一天来服侍上帝，早一天踮伫耶稣基督内面享受平安喜乐的人生，这就是咱人生的福气啊！这就是传道书要甲咱讲的，人生是空虚的，但是你会当找到答案。你会当找到解决的方法，所以互咱会记咧，咱若会当愈早来信上帝是愈幸福的。所以虽然今日我讲到真侪是消极的，咧讲到人年老的时阵会安那，但是我其实嘛要真恭喜咱中间年长的兄弟姊妹，因为你是上幸福的。你若伫少年的时阵信主，你是享受上济平安喜乐的人。所以你要为家己感谢。当然，我嘛知影有的是到年老的时阵才信主的，但是若是安尼嘛袂要紧，咱嘛感谢。虽然咱可能少年的时阵无认捌上帝，失去迄一段，但是咱有得到永远的活命，大家感谢。另外，就是咱中间咱也还袂到年老的日子的时，咱需要问咱家己，我是毋是已经准备好啊？互我会当坦然无惊来面对有一天年老来临的时，咱做伙来祈祷。听台湾主，我感谢你通过传道书，将迄个人生的真实愿现，然后甲阮讲真正的答案伫倒落，真正人生的道路伫倒落。主啊，我感谢你，为着今日阮会当做伙敬拜你，做伙对你领受宝贵的话语，阮来献上感谢。求你通过安尼，你互阮真实知影，阮若是早早来认捌你，早早来服侍你的人，是何等有福气。主啊，也互阮为着阮身边的亲人朋友，还袂信主的，还袂得到福气的人，会当互因伫年老来临的时，早早来得到。甚至当阮面对阮的士大人、阮的年长或者的朋友，因还袂认捌你的，我期待互因伫离开这个世间之前，有机会真正找到你。愿安尼祈祷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牧师的勉励，这是来唱回应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第492首，主，当我有困难的时，请起立。
时来奉献，请书献的同工。上帝，阮真心感谢你，阮所有的拢是对你遐来的。阮的性命、阮的工作、阮的生活，拢是你的恩典所赐。只是献上一点点的金钱来做祭物来献互你，愿你感纳、感谢，听阮诚心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奉献吼，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有做淡薄仔调整。即礼拜就无传奉献袋啊。若要奉献的兄弟，会后伫门骹口有奉献箱吼。即时我来报告。第一点，本主日是第二礼拜退休传教士主日交换讲台，欢迎启信教会女牧师来讲道请安，请兄弟为着退休传教士代祷甲奉献。黄牧师交换讲台去启信教会，多谢女牧师。登记好会定伫后主日召开，迄天联合礼拜时间是上午10点，请兄弟踊跃出席。广告伫咧周报食页，若有任何的问题，请黄牧师还是小会书记、市小长老保证。各团体小组甲事工团队。首长就任延到后主日举行，名单请家己看。欢迎台湾新学院倒数1年级张纯雅同学张敦雅，伫1月到5月伫本会见识。第5点。幸福小组第2次的同工会议，伫今仔日下晡12点到1点半，伫607教室召开。第6点已经宣导很多次，请兄弟家己看就会使。上营来吟圣诗第389首。阿罗上帝至权至尊，吟诗煞请牧师祝祷，请起立。
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听谈、圣神的相通帮赞，甲恁众人三家日日，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